近呢幾個月都有啲觀眾會問我哋一啲 AI 問題，就因為咁嚟緊呢幾條片，我哋就因應呢幾個朋友嘅工作背景，而去製造一啲實際需要嘅 AI 功能。今次介紹呢條片係幫一個想靠新盧生成音樂影片，靠 YouTube 去賺錢嘅朋友。佢想將新盧生成嘅音樂加翻個歌詞喺 music video 入邊。聽到呢度，可能大家心裏會有幾個解難嘅方法。我哋先分析大家一般會諗點樣做。第一，可以用 CapCut 可以幫啲歌生成字幕，但係生成嘅字幕有時會翻譯錯誤，同埋要付費。第二，可以用 YouTube 嘅自動生成字幕功能，但係暫時 YouTube 淨係可以幫啲對話嘅片去生成字幕，而係歌曲嘅話呢，就做唔到生成字幕嘅功能啦。呢個朋友本來係用動畫製作音樂畫面嘅，但近期呢，好多工具好似 Claude 咁呢，就改為收費啦。雖然 Google 嘅 Flow 呢，每日可以出2條片，但係有好多限制，好似用真人相出 video， 可能話有機會牽涉到版權唔俾出。朋友為咗減低製作嘅成本同時間，最後就選擇重揀，叫我幫手製作呢一個 tools 去幫佢。呢個 tools 就係你上載一首歌、一幅圖，入埋歌名同歌詞，佢就會幫你生成一條音樂片，連埋字幕。等我先 demo 俾大家睇下個用法同埋效果先。好，而家我哋開咗我哋呢個生成影片嘅工具。首先我哋要上載我哋嘅音樂，之後上載條影片出現嘅圖。喺呢度我哋揀翻音量動態效果，最後我哋入翻歌詞同歌名。我哋俾用戶入翻歌詞，係確保歌詞冇錯，好似 CapCut 咁，佢係可以自動生成字幕嘅，但係都有1成字幕係錯嘅。我哋呢度入翻歌詞，係想杜絕呢個問題。最後我哋撳合成，過咗幾分鐘，條片就生成咗啦。我哋可以撳下載單曲去下載我哋首歌。我哋呢度有個掣係合併歌曲。而家啲 YouTube 音樂片都係成個鐘嘅，呢個功能就係俾大家方便整1個鐘嘅片。我哋呢度就試下撳合併歌曲，首歌就會加咗去下面個曲目清單度。依家我哋生成第2首歌，加入曲目清單，之後撳合併，最後下載首音樂。大家而家可以睇下個完成品先。脱掉鞋子窝在沙發旁，今天的賬單先放一旁，沒說出口的那些淚與傷，月亮都看見了，它會替你藏。今天的你已經很了不起，沒關係，偶爾也可以不努力，把世界關在門外的那片雨白裡，好好抱抱辛苦的自己，休息吧，晚安。放下手機，關上窗，讓腦袋暫時換個妝，不趕時間，不趕忙，只跟影子說聲晚安。數到3，吐出所有煩與憂，數到3，讓驚動的眉頭走進空了雜亂，才有愉快的自由。這一刻我只為我停留。1、2、3。
大家覺得效果點呢？如果大家對我製作出嚟嘅呢個功能有興趣，可以直接聯絡我哋。雖然暫時未公開，但如果反應熱烈，我哋會考慮公開俾大家用，或俾幾個聯絡我哋嘅人用。你哋都可以 comment 留言，你哋有冇遇過相同嘅問題？而家我哋因應另外一個朋友係開小型餐飲嘅需要，佢想運用 AI 做一個銷售平台，俾顧客落單同自己計成本價同利潤。我為佢做咗一個一站式嘅網頁平台，可以計價同銷售。而家進入尾聲階段，等我完成咗之後，就會拍條片同大家分享下。如果有相關經營飲食嘅同業朋友有興趣，都可以留言。下次見。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唔該晒。